八乡镇拢无拍铁店，啊维修啦，啥物拢爱摕来咱第三家。因为阮这已经传承5代啊。5代哦，嘿5代所以唔多敢有100年啊？啊，超过啊！哇，老店清朝时代到今卖啊。金调时代就好了。除了这些龙骨以外，啊内底敢有啥物较特殊的物件？有，咱来参观看卖。我就好奇，100年的历史啊！哇，你要做这行的？嘿，你看这是。这我知啊，这要掠高山啊，是啥物刷底啊？敢不是？唔是啦，这不是啊，这就是破竹器。咱竹编老师拢在共教迄竹编吼，啊有4破、5、6，啊你看要大片细片，啊会用落这落甲破落，无看过吼。系啊。阮爸爸是做新人，是北港，伊嘛是北港，所以基本上一般的龙骨拢捌挂过，但是有一寡真正是第一届啦。因为即摆有竹编老师吼。来教一些手工用品，是，嘿，啊无话竹啊，即种咱第三出山竹啊，啊若无使用，感觉就讲做无差的竹啊吼，啊这嘛爱传落去。